教育部初七公布新版本的台湾台语输入法电脑版，和进前的版本呢已经差15年了。为了要提升民众的使用体验，除了这罗马拼音一字一字拍，也听好干那拍10字的声部就有常用词通选，各会预测几句。教育部也讲呢，目前手机版本的输入 App 也搁伫咧开发当中。 无论是影片创作的字幕，还是传送信息给亲戚朋友，输入法是现代人在拍伫上界基础的基石。教育部在初七公布新版的台湾台语输入法电脑版，而旧的版本上无已经经过15年了。教育部表示，除了罗马拼音一字一字拍，也通干那拍10字的声母，都有常用词通选，搁会有测语句，希望提升民众的使用效率甲体验。 Apple 伫去年9月，其实就有参考阮本部的本土语言成果的参考仪表内底所有的字型，伊拢有放伫伊新的作业系统内底。Windows 的部分，即摆伊输入法已经有内建阮的字型，啊，毋过你若要输出到程式还是那个浏览器的话，啊，就爱搁安装一个当完全显示那个字型的，亲像是台湾楷体，啊，搁还是有N水即种的。 不过，若伫手机一寡民间做的台语输入法 App， 一寡字会看袂到。教育部表示，可能是Unicode编码无维持伫上新的版本造成的。有学者呼吁，这款台语复振的基础工程，教育部会当透过公司合作，还是提供补助，毋是全靠民间行头前伫开发得经。之前迄个一团嘛有做台语输入法啦，啊，到这里看即马都无支援啦。教育部会当倒伫头前。 毋是靠阮伫遐寄付，内委会有就有钱，所以当看当伫咧拉顶管看到即个客语的语音的助理啦、即时的翻译啊，吼，完说嘛当考虑来做即个台语的 AI 的语音助理，还是讲像客语，吼，那么有一个台语伫拉顶管的即时翻译的 App。 教育部表示，手机平板的台语输入法 App 未来嘛有语音输入的功能。若台文字型选择少的部分，教育部表示，目前台文字的国际编码拢有提供予字型开发商，未来会继续鼓励民间针对台文字来开发。记者卢尚祖、郑俊佑台北报道。